姐有看过阿志走出来吗？有啊，从来看，每一集啊全部看，真的。忠实粉丝呢。我现在已经65岁，你有65岁，对，皮肤比金曲女神还疯呢。昨天才拉的。所以阿志说实在，学做菜有一个动机是为了把妹吧？没有啊，偷笑，很偷笑。根部呢就会裂片。你怎么什么都有？对啊，这么知道？小叮当。很好吃的，我一号那个是强强。你真的是找对女婿了呢。对呀，对呀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一天如果你结婚的话，你的嫁妆就会选择妈妈的萝卜干，这很重要。之一，不是私就该加入我口袋吗？那雅云今天你会偏数负责哪一部分呢？我会协助旁边的小助手的工作，可能要帮忙加油递菜头。加油这样。舒婷，妈妈做的菜比较好吃，还是老公做的菜比较好吃？来喽，亮子来 Q 哈。最后餐，豆蛋反应卡利红。好了，不要再杀你了哈。有点拉到哎。哦，今日呢节目同保喜哦，用把人讲呢，因为他奶呀导毕业就更多黑亮字哎，所以今天来的都是母女档哦。最主要黑讲今日来参与的来宾，待会呢就可以。哎呦哦，等一下有弄虫哦，等一下自己那个后置哦。好，等一下各位下来噔噔噔噔。哎呀，你要有好消息吗？不是我，不是你啊，再说。哦，现在朋友都今日呢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了，朋友都生之死夫。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举世富豪款面，哎呦，春风满面。过一拜过了，恭喜生之死夫哦，他是 newlywed， 已经成为人夫了。嘿呀，被人下定了，韩总喜上加喜，又买新房子了。好，咋个嘞？嘿。曾经哦，也是买过新房子，也是结过婚。来，阿并购，来，大家好。所以有没有什么需要先知会一下这种？等一下再好好跟你上课一下。好了，先来分享到你凤吹嘅咸水茶，來自新北蘆竹嘅亮子愛，分享到嘅係潘燕鳳子劉雅雲，大家好，良機嘛。開邊個就係亮子呀。上將兩位都按獎。嘿，我打下咧各位觀眾朋友，也家自主有時以來最大嘅來賓來咧，但是我不想親自介紹，來阿志，我們攻守交換，來。你好好介紹啊。沒，因為這個稱謂哦，我只能介紹名字，但是它有一個特別稱謂，兩個字給它喊出來哦。會哦，懂吼？哎，強下咧，農場咧分享一下咧，是推北喜靈嘅母女檔吳美珍、曾淑婷，就出來啊！跟媽媽很有愛朋友。老婆哎！歡迎李太太，啊，你今天怎麼在我這邊啊？你應該在換一下吧。你換一下吧。小叔一定是夠懂得甚至料理了吧？對啊，一定是先過這個料理這關有過，才能夠登記啊。对韓國吼體檢擺款都小書吼，哎，結果比照片更好看。今天這個妝是自己有請新秘老師吧？没有，是你们的造型师厉害。要不要先跟我們紅隊聊聊？啊，對，都是先那邊。哎呦，要戴好些的哦。嘿，客家人咧先錯嘅。去甲做的嗎？做嘅，客家人啊，佢一隻以前吼，用個助理來食，佢唔會乜嘅中暑啊，又唔會感冒，佢退服。哦，嘿，然後先做米很香啊。咁有一間吼種嘅先錯8年幾上來嘅，哦，8年煙8年客家煙，紅狼煙，哎呦，你會講客，嘛嘅客你有講，很厲害。因為有貴種都用嘅客人啦，自然就會講客家話。自然就會講。有沒有帶妹去玩比賽？對，那雅雲，你係做哪方面的條路咧？視覺藝術。魔鬼，那個他就舉到功，動起用 rocker 強的。真的，就是那不會可能看得到一些你的作品，對不對？等一下好好的了解一下。好，因為兩片哈，嚴重，真的是好嚴重啊。還是我們讓他綁這一段。我覺得你看阿志哦，他這個也算小小圓夢。你看記得嗎？他要把記憶吐給阿鵬、嘿，對，阿狗，對不對？窮下來。爸爸媽媽。但是第一次帶老婆來。對，而且小叔他超愛你，他真的很閃呢。韓狗又買房子，所以喜上加喜，對不對？謝謝。那他是怎麼虜獲你的芳心的？
然后又是在妈妈可以听的前提之下讲一个说法。生日的时候有自己做蛋糕送过来，你会做蛋糕？结果你不是懂节目糖果盖卵狗，不意外吧？这个就是他做的，懂后谁吗？甚至为小猪特制蛋糕。左边那么屁的是谁？我啊，懂车吗？哎呦，懂车吗？有。做的比外面买的还好吃。有做吗？该特别的事情让妈妈很感动吗？我们两个很像呢，怎么会？很多兴趣啊、嗜好啊，还有什么口味，他们都是巨蟹座。哦，都很顾家。座，对，他都说我比他还喜欢他。你係哪位行業啊？中啦，中啦，中立。中啦。哦，所以你看新居没哈港烟，你没哈港烟，又是亲上加亲。但是我真的觉得有一个很棒的这种妈妈哦，对啊，是小苏的幸福，更是阿志的幸福。真應該係。哎呀，好啦，马上呢，Andy 要先来金好体育馆嘅挑战。向前变困啊！第一关要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廚料理嘅基本功有幾層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夫家人之間嘅團結合作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好，三下來呢，要兩組我先來 PK 一下，唔過都帶有比嘛嘅呢。好，你一關哦 PK 嘅主要就係上島夾夾講，考驗大家嘅發言力啦，還有對食材有技術識，比賽有兩隻配合，大家配合都有分數，不過到底用樣辦比咧，要小解一下規則。每個回合呢會派出啊四隊長，然後二三個隊友跟另外一隊來參加比賽。風籃隨後穿插來排隊。比賽開始呢，主廚等下會出題目，四位需按照這個 tempo 順勢來回答出相關嘅詞彙，達到5出，要答唔出來嘅詞語是失敗的，另外嘅詞是值得一分。哦，原來黑暗呢。哎呀，所以有點複雜哈。基本上就是遊戲 tempo 的遊戲啦。好啦，搞困的就第一，剪刀石頭，剪刀石頭布，你要不要？好啦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我先來。阿俊，你先講好嘞。好，因為先壓係，哎，對，跟你什麼關係？我是西瓜球。要選壓黑啦。我們後啦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們後，那我們先。好，體力配合，請就位。好，等下看下師傅出題目了。準備好了嗎？哦。綠色的蔬菜有什麼？牛胡瓜、長發菜、韭菜、空心菜。下一個。配味，好，小黃瓜、大黃瓜。還有中黃瓜嘞。青椒。有懂耶。小黃瓜，哎，公公嘞。公公嘞。剛你孫紅跟美珍姐常講小黃瓜。小黃瓜，不能你要講也要講中黃瓜。對。拍謝英鳳姐。啊，沒有，我代替小黃瓜先跟你道歉。沒關係。他真的很愛小黃瓜啦。沒有，唔怕，唔怕，因為哦，還有體力配合，我就用教玩一下攻守交換。好，來，子夫搶出題。自己局嘅動物有乜解？用牛誒，狗啊，狗。那狗狗嘞。哇，這個很難呢，因為他們家嘎發給我就是狗狗。好了，這樣好不好？公平起見，一命呢給你們看是一個。你當他的翻譯官嗎？如果說族群大融合，三號全部講中文呢？哦，走在那講中文啊，模擬會發對雅云不公平。好，好不好？再試一次。好玩，好不好？再試一次。那我們就用中文來演一次。現在就用中文。對，講中文，講中文，講中文。子夫搶出題。自己局嘅4隻腳的動物有什麼？牛、狗狗、長頸鹿、花豹、馬、貓咪、犀牛、老虎、狐狸、獅子、非洲豹、老鼠、熊、馬來貘、北極熊、貓咪。哎呦，有狗狗嘞！哎，我自己的。貓咪講過了。摸坦多。yes，我們得到1分。
来回原位。咁咪用唔係啦，偏熟啦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这关得到1分啊。總強來講，兩關係偏熟。我们知道哥哥得到1分哦。好，这个 PK 赛呢，两组都表现得非常好。唔過3號人呢，今日身姿哦，好好的表現一下。第一排呢，到天師姐面前，又到假牛面前，母牛面前，我來表現了你，搞本你的身姿師傅咯。主廚素卤菜。新的一季当中呢，除了主厨哦，会带来一个好食料理老太家分享以外，接下来就很重要，要讲中文。等一下还会有随堂测验哦，所以大家要听清楚了。好，来每一看甚至给你带来料理，我都妈咪。鹹菜乾叉燒飯，哇，咸菜跟叉燒飯一定是小叔的最愛，係嗎？阿芒煮過啦。你喜歡港式的嗎？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做对了哈，好制。作的他都愛。係啊，重點係叉燒飯，不過冇叉燒，係冇叉燒。哎，慢慢走。你啊，基本嘅主食材呢係一個挑包。哦，那個挑包，那個係較扁嘅挑包。哦，還有個鹹菜乾，哦鹹菜乾蔥誒，還有蔥條，哦那個美乃滋。那等下呢會做一個照燒醬，底度呢有那個調酒啊、糖啊，還有味淋那種，可以燒到那種日式的風味。嘿，哦，尽量的帥好不好？尽量帥，老婆跟媽媽都在這。好，首先呢就留那個挑包，哦，本佢用下來，本佢炸鍋，需要先剖糕哦。嘿，本佢先炸鍋。因為可能嘅叉燒就係用嘅條包來嘿，做。而家炸到佢要酥酥，要酥酥那種就懂好食。現場每一位女生都平常都有煮菜嗎？我很少。有哦。他當然少了，他才找個師傅結婚。還有煮片片的。好好，所以都不卡會煮滾姑娘生天嗎？現在還忙。係啊。因為你下還蠻窮下大啦。係啊。好，了解蔥誒，本佢切到蔥花。帥，还不錯。係咪？美珍姐有看過阿志做出來嗎？有我從一看，你是看節目嗎？這是隻比賽嘅很多嘛，節目就是做出來就是看天使。每一集啊全部看，真的。忠實粉絲呢。我跟你說，真的會這樣，就假有看西龍啊。景看景好。雅雲有結婚了嗎？沒有。一對親對象的區間，你覺得會做菜的男生會係其他標準嗎？是一個基本的。哦，哦喲。基本。因為會做菜也懂得生活的話，應該會比較好溝通跟相處。哦。因為做菜是很多細節的一件事情。知道了。好，了解。好，洋蔥。好，本佢切，洋蔥本佢切一下。所以阿志說實在，學做菜有一個動機是為了把妹吧？根部呢就會兩片。你怎麼什麼都有？對啊。這麼知道？小叮當。看好色了，我一號那個是強強。你真的是找對女婿了呢。對呀。對呀。對不對？不是有一天如果你結婚的話，你的嫁妝就會選擇媽媽的蘿蔔乾的，這麼的重要。之一，不是之就該加我口袋嗎？洋蔥本佢切一下。所以阿志說實在，學做菜有一個動機是為了把妹吧？沒有啊。偷笑，很偷笑。沒有啊，很心虛。有人吐也慘。好，了解鹹菜乾本佢切一下。那你呢？要嗎你呢？買嘅。我買。錢手工係美珍姐。冇，唔是做過。不是做過，那英鳳姐有做鹹菜乾嗎？有，韓國米料係咪都車會又做半種嘅？有嗎？有在什麼客家？你創立了一個協會。對，滷州的客家協會。你還創立滷州客家協會？對，我推廣。我很年輕的時候就創立，我現在已經65歲。你有65歲？對，皮膚比金曲女神還崩呢。昨天才拉的。那會有一點發炎水腫。睡覺了，是因為多吃客家菜，膠質很多。哦，懂用心。鴉片呢就豆包炸到安用，酥香肉色，叉燒好咧，叉燒就好咧。好，鴉片呢就會做那個照燒醬，哦，底度呢有個糖，
哎，先干炒糖，嘿，含有调酒是，那就直接不用好了就做的。还有味淋，那应该是热锅下去嘛？哎，对，温温的就可以了。好，一点点的水，对啊，也不用太认真。对啊，奶住就好了。好好，哇，哎，好霸气哦！好好。哎，结婚后要至少坚持半年了。好，两个到手后就没有再做了。哎，帮你抗议一下。好，两个调包，已读不回。选择性回答。好，帮你烧到收汁就做对了。那我考考你，好，你第一家用最好吃的菜黑马干吗？ 1、2、3一起讲哦，来喽，来喽，要玩嘛，玩大一点。美珍姐最爱吃的料理是什么？好，来，1、2、3，麻油鸡。哎，真的哎，麻油鸡这个真的。好好。又讲。 OK，好。差不多收汁就差不多嘞。好，帮你较变一下嘞。好，帮你个香味中出来，哎呀就做对。好，不用松来。啊，要随堂烤了吗？你迫不及待。啊，想得分呢。大概洋葱。哦，当然要了。哎呦，这样要炒酱汁。好。好，还有含水果，哎，帮你炒一下嘞就做对。好。哦，而且真正靠台这个啦哈。下列啊，对啊，创调啊，哪种的功法啊，吼，是唔错的啊。A， 是充实的创调，容易啊汗臭有体味。B， 是从根部啊先来切哈，好摸按容易会流木汁。好 C， 生食啊比加热果要很好又营养。有答案吗？有想法吗？蓝队有想法吗？应该吧。好，那我们就派出2队的女儿猜拳好不好？好，剪刀石头布 ，yes！ 雅云，雅云，要不要问妈妈一下答案？是 A，确定？为什么因为吃了不可能有体味会出来呀。 ？OK，舒婷，你想选 A、B、C 哪家答案？好，我们选 B 好了。 B， 好，那我们红队选 A， 好，倒台 A 也选 B 嘛。对，答案是马盖。答案是 B。又讲，捡到的。创调啊，切块的时间哦，会释放一种酶，与空气接触后产生的硫磺酸，会刺激泪腺分泌泪水。这种酶多集中在洋葱的根部，越晚切越有效延缓泪腺受刺激。哦，可是根部我看慢就会切，对啊，它的根，哎，等一下就卖的葱根部呢就会裂片。哎，你怎么什么都有？对啊，怎么知道？小叮当，大概根部就是低度大概地方就有上劲呢，有长那个根的地方，然后上面的话是长那个。对，鸦片呢就来自烧嘞。哦，还会炙烧哦。用炙烧机就有冲那个烧肉嘞。哟！哇！哦，好香。因为这样中秋美节烤珍姐那个笑容一直不收敛。鸦片呢就做的不给做那个烧肉，好不给按用切一下嘞。哦，切个鲜刀出来。嘿，按用就那边边怎么办？吃掉啊！边边电然后要帮你切到低度，按用就不会浪费。对了。你切一下嘞，好，哎呦，就做得变一片一片开的，好，两片呢就帮你切一下，好，帮你切碎碎的，哦，哎呦就不会浪费掉了。好，帮你不用松稀。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日式啊？对，这是日式该风格，好，帮你按炒一下嘞。那怎么改日式上会结合该泡菜呢？因为了解客家嘅鹹菜會較比較乾回甘一點，像了解日本啊，當多有嘅自菜啊。哦，哎，這樣就好嘞。好，來擺盤嘞。哇！饭不用空哈炒吗？饭呢？飯唔是，飯愛幫佢不用送來嘅。哦，难得在家里吃到饭哦。熟飯呐，好，幫佢不用送來。好，還有了解燒肉的。哇！像盖饭那样，是我就会加一点辣椒酱，是我就会打一颗生鸡蛋。我们可以尊重原创啊。了解叉燒幫佢不用送來。哇，很赞呢！鴉片呢就做點撈一水的乾美乃滋。哎，看起来还有点嗡嗡哎，就像大阪烧哦。好，鴉片呢就做點用一水的乾自燒。好，还要自烧，佢嘅香味就會出來了。哦，因为那个美乃滋很油。嘿。哇！太好吃。也有觉得说，哎，阿志你有没有结婚呢？哈。大概就做点不用一水的该点一下绿色，加葱花要加5。好，加不止喽。对。鹹菜乾叉燒飯。
按钮就好势喽。好，甚至呀，出料理呢，真嘅係有厲害呀，顏色都最近 P 到上面啊！哎呀，好，来开动，来，那个制造的香气好棒哦！哎，韩国我必须蒙住安优比提了呀，莫打快乐团，你真的不知道它是台有爆。我吃到它梅干的味道，很特别，越嚼越香。真的哈，那前几年些比较太假做出来，开始油让哦，好抢油。很好吃哎，比想象中好吃。那美珍姐你去到嘞，应该考你写动感哦。很好吃的，我一号那个是强强。你真的是找对女婿了呢。哎呀，对呀，哦，真正厉害，并购你去到嘞。这用料的至少也不知道先动了，伊老遐香味啊，全带出来层次啊，又动豆真的。哎，真的看见哦，而且最杯米跟美乃滋跟老给至少画龙点睛，这个非常的加分，太起来这来吃就困难喽。好，不过刚刚呢经过的 PK 赛，涵盖亚一馆呢随堂考之后呢，甚至亚哈南吹得到2分，捧吹得到1分，我们要继续加油喽！好，马上来进行最杯米馆的挑战。家家出好菜，两嘴这等子听嘅题目，伫寒天嘅时间，做出一出最上瘾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日日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了嘅愛點上做咯。最杯米馆家家出好菜，各家都有帶點睇起嘅秘密武器。先來看一下風吹帶來嘅秘密武器是係乜嘅？蘿蔔乾。蘿蔔乾有沒有做？那个这个做哎，媽媽做嘅蘿蔔乾好吃嗎？很好吃，也很香。真的。家里一般都会用来萝卜干做马个料理呢，做什么料理？蛮多的，也会煮汤。煮汤，哦哟，冻体片，还有就煎卵子冻活蟹的啊，对不对？不是有一天如果你结婚的话，你的嫁妆就会选择妈妈的萝卜干哦，这么的重要。之一，不是私就该加我口内吗？我求他们。媽媽做嘅蘿蔔乾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萝卜干炒肉。蘿蔔乾炒肉，而且那个肉我已经看到，黑乱血会溜出来的。而且亚洲的老干他师傅做一个盖饭哈来做结合，让它蹦翻来生啊！对，最杯米馆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来看一下两片咱厨带来嘅秘密武器係乜嘅咯？卤雞肉。哎呦，卤雞肉是卤，就是腌肉，腌鸡腿肉。哎呦，5个哎。好，这是我们家特制的。那小叔有参与吗？有啊，有。是用大概什么方式腌的？事先用嘅土油，一般的迄土油、酒啊，個一點點的胡椒粉啊，香油。最特別的係有加一些的可樂。一般人睇到係老肉在用可樂，唔過我哋係選用一些的可樂，因為佢會上色嘛，個因為佢清甜，我都唔是個不用糖，另外我嘛唔是個不用鹽。嘿，韓國和糖講這個可樂走得讓牛啊軟化落去，這個該不會是阿吉跳讓你講的吧？佢嘅創意。小叔，那該不會是阿吉跳讓你講的吧？沒有，他完全沒有幫忙，沒有參與這道菜，没有办法，他是素的，對。對，有沒有那裡錄個概念做嘅料理，全面按到嘛個？特制宮保雞丁。哇！雖然你下亮線的一份，等下我嘅技術咧變落去哦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加油咯！現場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好，莎莎開始了。來，再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確保。來，雅玉需要幫忙嗎？對，沒問題。英鳳姐，你切嘅你要凍泡呢，像人家那種大薄片一樣薄呢。真的好。哎，這怎麼這麼透亮？對，
真的懂碰而且它的肉色漂亮到你早出将去买的，真是张一买哈，是水风扇呢。等于两身煮过、杀过样的，就好切啦哈。嘿，比较能固定。而且我这个一定要先试吃，就是单纯吃的时候，可能也憨烫。对，怎么样？你好像在吃可乐果。那煮好两种，因为憨憨的，来冻酱嗰種嘅食落去哦，它有崩水嘅。該就泡就浸過水啦，鹹會硬鹹啦。哦。嘿，那我看你今日成個肉哦，算係合配的喂。沒漸啦。对，而且要剪断有然后生，對啊对不对？雅云最爱吃妈妈的什么料理？都很好吃哎，妈妈真的很会做菜。哦，韓國雅云一起聽起都講哦，她的家庭環境凍盛起，因為記得係好多年，对，是閩南人，對但是你凍甲中走在食到哈嘎料理，對，我們幾乎都客家菜。而且妈妈住的聚落蛮特别的，那边有原住民，玉里對不對？阿美族，很多原住民。對。我觉得雅云很好美哦，我一被她眼睛勾走。那雅云今天你会天数负责哪一部分呢？我会协助旁边的小助手的工作，可能要帮忙加油递菜头。加油这样。舒婷，妈妈做的菜比较好吃，还是老公做的菜比较好吃？來咯。我觉得雅云很好美哦，我一被她眼睛勾走。那今天木柱係自家擺，哦，自己畫的，所以你的視覺藝術係奶鳳面的視覺。我有做过夜店的舞台視覺，那個要我觉得我们这个视觉还好，我们今年刚換的。哦，很棒啊。哦，真的嗎？好啊，等一下牛夾到誒，嚟個夾夾，邊啊？主要係自家夾出個豬油啊。對。然後你們再油的話太多油。不用油。可能都要看準備調試哦。係啊，呢個不用調試，我不用調試，這樣會香。那雅云今天你会天数负责哪一部分呢？协助什么部分吗？对，我会协助旁边的小助手的工作，可能要帮忙加油递菜头。加油这样。在家里面有一起煮菜吗？会，但是妈妈会怕我弄伤自己。那个我怕他們幫不上忙，反而會佔我的空間。真的有機會做菜，可能是我自己出差的時候，可能要跟室友一起住，才會有機會下廚。對。所以那你自己做菜的話，算是哪一個？可能就是做咖喱飯、牛肉燴飯，然後我有跟室友，他很喜歡吃。我有學過海鮮燉飯，比較異國料理的部分，因為可能室友一起住的話，就會交流各自喜歡的菜色。媽媽煮的係客家的料理啦，其實可以互相的交流啊。像該下選舉師傅做的就是日式加客式，對，創意嘅料理。對，不過等一下擺盤的時間，你也可以幫忙來發揮一點創意。會。要給準走夜店平庸，好不好？聲光打下去。好，不然我們媽媽，炒個芥末龜不會那都很水嗎？唔會，你按嚟後，跟肉醬唔會按面。哦，係，咁樣好好食。小火就咩黑夾嘅會油會逼出來。哦，等一下我都做了哈。好，加油哦！我們要贏哦。好。來，掌聲歡迎林太太。我們今天歡迎幾次林太太？冇啦，喺度講一下幾條料理啦。今日個主要用嘅避免夫妻係滷嘅芥肉，係，然後這個滷係今日早先滷嘅也係。早晨滷嘅。哦，哇，這麼早就起來準備。係啊，甚至已經忍不住想要過去幫忙，他已經看不下去了。我想講，新婚到現在感覺如何？還沒開始啦。登記了嘛，對不對？對。還沒同居。還沒。預告一下，因為等一下做的係宮保，宮保其實是一個大菜，灌甜黑馬雞，灌甜黑馬雞。辣，它就是黑花椒跟花椒很辣，然後跟那個花椒很香，乾辣椒很辣。對。所以老實講吼，你一套菜，先講要用宮保來那種比賽嘅料理嘅時間。有沒有先問過巡局講，你家自煮哪一種鳳面好食香，有比較吃香？冇呢，冇哈。公平啊，冇啊。有沒有想過，其實美珍姐比甚至更會做菜？有可能哦。問舒婷啊。對，媽媽
妈妈都是做什么样的菜？你最喜欢吃？就是什么三杯鸡啊、蛋蒸肉啊。你问的太温和了。舒婷，妈妈做的菜比较好吃，还是老公做的菜比较好吃？来喽，来喽！我们听听，好好回答。母羊做的菜。都好吃啊，不一样。它的是蔬食嘛，那妈妈的是就比较多家常菜这样。你蛮适合面试的，任何问题都有口袋回答。他不就是做人资的吗？没有，我是做行销公关。哦对，讲到行销公关，就会简单的讲一下，他们的起始点跟这个工作也有关系。差不多，因为以前在公司啊，就用它做厂这样。基就会服这种目前的伺服的主材，他就是背后那个企划的小助手。好浪漫哦，办公室很爱用恋情哦，对不对？那是谁先追谁的？这个需要问吗？对啊，对啊，这我是我。你真的是工作不工作。我们可以过去了，可以过去了，可以过去了。哇，这个这样子，然后再放一个萝卜下去，这个把它煎好，这个把它煎到干哈，然后再放萝卜下去，哇，这样子，冬天呢，哈，又皮多哈，整个嘿，大家都想要娶雅云了，对啊。看到这道菜。哎，雅云，你有图你的男朋友不阿妹狂过？他不就单身吗？我说之前呢，没有，没有他很忙，啊，因为可能抖某抖推班呐，哦，你都在国外哦，所以这次也算是难得转到抖推班，然后跟妈妈一起上节目。对啊，对啊。这个是马莎伯喵哎，我报名的，反而是你报名的。本来是姐姐要来上怎。么会看到你节目的资讯呢？我最近也是有在做自媒体，然后从自媒体的话又找到一些可能节目通告的资讯，然后就找到了我们 Sophia。哦，你就认识了苏小姐呢？咱讲上讲孙红吼，最袂讲客，最袂做客家料理的手艺阿妹，手艺李凤姐。就拍她了。对，那你自媒体黑马该频道，做街拍，是街访吗？穿搭的街访。改造素人，也没有，是路上看到她一定不要走去，对吗？她没有什么穿搭可言。哎，几帅嘞！不用给福建。哦，你要自己听哦，对对啊。结束了。不会啦，因为雅云真的有脸红。没有，腮红啊，还有然后呢，最后才把这个调味料放进去，辣椒是灌米章标。对，天哪，哎，这个在部落里面可以配小米酒，小米酒，哎，超太赞！其实这下个妞没走那种路狗那种原住民的马告什么的。对，我确定一下味道可不可以你弄你的，我吃吃看它有没有咸。 ？OK，我选我的来吃哈。你的先还不一定哎。对，我要找肥的，不是吃肥猪肉的人。英凤姐又鳗鱼吗？对，这很香哦，场外传来的声音。崩宽崩面，蛋香是都够好些，嘿，好些哎，我哦。从汉摸，唔会从好好吃，很 Q 哎。转喵就尬落去嘞。那个猪皮，好，你要惊讶都好人嘞。家很难给分了。真的啦。来，我们大家只要3分、6分全拿就可以了。好，等下给我都上来了哈。这个真的很好吃哎。我用看的我就觉得很好吃。哎呦，我们怎么来的刚刚好？哇，很香吧？嘟嘟会出现。哎呀，哇，左边在划船呢。他说要煎到金黄，但是都不变呢，怎么办？因为水啊。啊，可是刚才那个辣油已经有花椒有香了吗？还没，好嘛，来给你用神煮不会差不多3/4熟度，好神拿起来，都是再来用的，再我想问一下阿基，那节瓜还没莫落去引进讲不好。节瓜爱火爱它太一丝丝的，所以慢慢的煎到就擦擦，这样做的变面。他说我可以大一点，因为他会出水。你知道他气不起来，他火已经很大了，火大。如果老婆火大，现在怎么办？先降火这样。那怎么降？去吃个冰淇淋。哎，真的很像小朋友的那种，哇，很浪漫。很浪漫，真的。哎，你要去走长洞，那种有点没那反应。有点擦擦就都得那种变的。哦。不过可能膝盖嘛款好哦，因为它好了，代表其他也长痘。
哎，阿飞嘿，你起这白哈，糖豆小叔爱出男朋友转到萝卜卡的时节了，你那个时候信不信的怎么办？真欢喜呀！哦，就某轮才会碰撞仪，所以你也算是比较开明的妈妈。其实我不还很开明、很民主，因为我相信他的眼光，别人眼光懂吼。很严格哈，小叔严选。对啊，那可能妞美为垃圾见到就擦擦的哈。其实等一下重点是看这个它怎么处理。要快一点。对要。会撩起来吗？啊，只有讲，刚才经过比赛就赢哈，有赢的话，你两条牛慢来庆祝，要怎么庆祝？小叔，啊，你刚刚在哪一个频道？我刚刚在这边，就是我说，假如你们两个有赢的话，小叔有说要怎么庆祝吗？没有啊，问他。谁帮我分的菜？这么贴心。没有。哇，你们根本是厨师世家吧？就是我说，假如你们两个有赢的话，小叔有说要怎么庆祝吗？没有啊，问他。每天都值得庆祝啊！哇，还用歌词，老派，哇，老派。他超老派的。什么？神老爷来，神老爷哎，来，我这个你最后摆盘是哪一个？那个，小心哦。我要那个弄花椒。哇，哎，动轮呢？对，我们这个火直接开到最，因为是要冲下去的吗？还是？我要煎热这个香，对，对，所以中火可能太小了。先开大火。哎你，好，先开大火，然后点。宫保那个花椒姜就会附配，所以有个火这么点就太好，需要这好就有香味。好，香味很重要。就像吃洋葱会造成体味，这个麻的香不知道。会烈油吗？哦，还要叫啊，向下炒一下。哎，哇，那你们差不多，然后放干了浇去后尾啊。这个不用创意吗？也还向下炒一下。哎，你给添梅椒，因为该清辣。好，这个最后放。好，那我们先去倒数喽。好，加油！先從麻手來倒身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嚟試試看下最杯米罐內部卡米西卡站掉咯。來，先本期解嘅就3個太厲害嘞！好，4個節目嘅 Q 它編出來的料理不管用啊，你們男生一定要給滿分的吧？你聽完哦 no 啊！聽到啊？來，先吃吃看風吹嘅哈，這個我們的炒牛。好，我這個誰幫我分的菜？這麼貼心。沒有。好好吃哦！然後對那個肉片段，對，口感非常棒，會變到挑絲哦，可以夠加分。而且呢，不要忘記一件事，英鳳姐的刀工啊，它就是要這麼的薄，這樣會厚實，這樣會 Q。這個這樣會暗配。雅雲覺得如何？很好吃，还有那个豆豉也是越嚼越香，我很喜欢吃起来很有层次的味道。媽媽要脆脆的，我覺得。又讓阿莫，而且哈，懂簡單，對很好在家裡面來做。簡單又落飯。哦，真厲害！我剛剛發現，該煮牛本身是凍好選，但是鬧到該蘿蔔乾的時間，哇，畫龍點睛。係蘿蔔乾懂香，清香，唔會鹹鹹的。你落配咧香鹹。你落配咧迄個嘛個迄個多宜蘭吼，我哋去加種嘅椒絲。種種嘅我就攞拿餸來台北，我就去加嚟出來曬。就安尼，係啊，太順口了，甚至你這個是拿給我吃的意思嗎？对啊，小酥啦，你是小酥嗎？重點是暗配，重點。哇，真的好，而且我覺得還有個講一點哦，可能你們剛剛沒聽到，金美客家人呢，英鳳姐是閩南人，我迄福肉魚，係啊，還會煮客家的料理，
中秋东西他改，对他改料理。比你还会讲，你要多跟阿志学一学。好，来，三号呢，而且咱嘴里阿片哈，有小叔跟美珍阿姐共下做用薄鸡丁。哇，你们根本是厨师世家吧？鸡肉很嫩，嘿，错。而且我种咧，这种辣土哦，嘿，食到嘴末，还会有那个花椒的香气。而且这样说，小叔煎的这个节瓜煎的很好，谢谢。有那个有焦色，焦糖色，这样就蛮。你节瓜吼，食到又冻拄好，又唔会呛烂，又好食又有甜，也有弄哦，雅云知道嘞。辣的好好吃，那个节瓜哦，那个节瓜被吃到也是很香很甜。其实还有冻酱辣的概念啦，不过是记得的辣哦，是香辣，我觉得很厉害。而且你现场炼那个花椒，哇，做到嘟嘟吼，不会浮浮。花椒好好。然后鸡肉有先腌过，哎呦，大家是都差不多热下吼，所以要敬重一下，因为家下挑战哦，米粉先出来係2比1，好。等下就會看一下師傅用幫你評分咯。水杯米一罐呢，都帶神級不很用版呢。師傅啊，讓他感受一下唇齒留香，留的是什麼香味呢？風吹唱本本數。滿分！還沒用，真的假的？阿姐，甚至 relief。家里有準備什麼樣的獎懲嗎？刚才不是说要出去就奖勵吗？现在有獎懲了。算盤有準備嗎？有啦哈，都有啦。等一下去買。好，我跟你講，衣架比較快。桂花生好。哦，花椒你拿出来贵，只有你比較放輕鬆啦，那個啊，我没有什么差。來看一下最尾的分數，咱最得到幾分？那個意思，6分高雄加2分，8分贏咧。阿姐，你講一下。哦，其實兩組大概煮個菜，真像個傳統煮個菜，兩片煮到香味就擦擦哦，變到香味很容易出來，還有個偏香個像那個挑絲啊，然後就是炒到香味就能出來，是都呢，真的是一個很棒的菜，哦，傳統啊，或者是很多飯店啊，真的是要。有這道菜的話，應該是很棒的。好，那個南推料片呢，哦，煮個那個剪刀嘛，東河鮮，哦，那個節瓜啊，那西多有點爛爛的出來呢，後面有點節瓜出來的話，就是剛剛好。你只講節瓜呢，哈，太明顯。我西都沒有啊，那些節瓜，只有東河鮮而已。好，並購來公款。其實兩片已經穿做了以後啊，第一片應該不乏順序安可能像，要牛個先殺過。想了切，上切，可能切动态的，就是砂锅啊，切到泡泡啊，煎蚵啊，还有个条管啊，然后穿香味全部给带出来，动香。啊，两片都系自家有到自家个带落的东西发挥到淋漓盡致个入味肉啊，是咧又嫩，其實係講可能係佢家朋友可樂的部分，後尾個肉味又軟化，啊，又感覺可能會凍來，其實最主要係配料的節瓜條是就唔會。後尾按來然後好了呀哈，成績全部已經出來了，兩組都表現都同讚對，而且兩組都是得到這一關的滿分哦。馬上出來頒獎嘞！恭喜馮翠蘭南區今日成績已經出來耶，馮翠呢得到7分，南區得到8分，先來恭喜南區咯。好，南區禮拜得到係總冠軍，得到係3000塊嘅教材機。太厲害了！謝謝。馮翠蘭的表現都懂後，不要忘記哦，那個讓大家唇齒留香的那個炒牛。今日所得到的獎品係經典亮菊礦石不粘鍋具組，恭喜！來第1獎，第2獎，第3獎，還有鍋蓋，等下記得拿哦。以價值超過3000塊哦。三號來我們看一下小叔哦，聽講我製作單位還講，你來上節目我緊張，我完全看不見，是因為第一次是跟阿志是同樣都在鏡頭前面，對嗎？我覺得這個很難得的機會，有什麼感想？
就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，看到大家，然后大家都很专业，都很友善，然后很开心，就是一起上节目做料理，然后得到很好的评价，谢谢。真的恭喜阿吉偷偷好不了，用皮。好，美珍姐就是稍慢了，先被小叔抢走了，对不对？到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冇有强下参加的感想。今本日第8来参加了露营哈，真嘅真欢喜啦。其实比赛还其次，最重要还做得看到2位我们客家之光的主持人明珠跟博谦真嘅都欢喜。客家自贡係先知，真的。係幾碼係老公都。哦，恭喜！真歡喜，謝謝。好，嚟唐坤啊，風吹哦呀，尹鳳記有沒有怎麼煮出來？其實我私心評啊，全部4個女生當中，你是最會煮不會煮？真的。他個客家梅水多，真的。因為吼客家人就嗰啲口味較重啲嘅，你咪先吼就會較好食，就會較香。中秋你去大家就歡喜食呢道菜，就讓係一家之主，我就感覺我煮呢樣菜本大家食。要客家咪，按客家咪。佢哋啦上節目呢，成都就係嘅特別中嘅蘿蔔咧，作為蘿蔔乾，跟住炒一炒牛師傅啊。很哦，他其實是給滿分，他其實是給滿分，對，是輸在小黃瓜。是輸在洋葱嗎？青椒，洋葱，青椒。雅云下一拜來參加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而且是你報名的哦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妈妈真的很会做菜，那她也在很积极的在我们居住的地方，在泸州一直在推广客家文化。那她会的客家语言也4种都会。所以我会觉得她非常的积极跟热情。那参加这个节目的话，也是在母亲节过后，想说可以找个这样子的平台，跟妈妈一起就是上节目做一个纪念。哇，好感动哦！生女儿真的是小棉袄。我也好有心呢。不是唔攀得比家庭啊？唔會啦，要全都好嘅，要咩一家？係啊。好啦，希望下一拜來嘅時間，雅云就帶着她老公一起來比賽。哎呦，令人期待哦！等太久哦。沒有，哇，尋夢。你們辛苦了，嘿。哎呀，其實最重要就係客家心嘛，無論你係哪種人，你就客家心圈做對你奉養參加比賽，歡迎大家強下來咯。不管你係咩客家人，所以你有客家心，歡迎來到節目當中分享雅木卡愛嘅料理嘅好美食，一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啊，幾個女靜下，乖乖，靜下，親個，快點，畫面沒了，快點，再一個，剛沒拍到，再一個。